香港唯一空間數據科學及智慧城市土地測量及地理資訊跨學科學士組合課程，獲得專業團體認證。學科內容涵蓋土地測量、測量同搜集自然及人造地理形態數據、管線設施測繪與管理、造影診斷地下管線系統、地理資訊、糅合大數據及人工智能應用，分析與地理相關嘅空間數據，以建構智慧城市。致力培訓出頂尖水平嘅測量、地理資訊以及空間數據科學及智慧城市嘅科技人才。當初揀呢個專業其實都好大挑戰，覺得咁多科技同埋儀器嘅運用好複雜，但正正因為就係 LSGI 嘅儀器同埋實驗室設備都好完善，我先至可以 pick up 得咁快。課程唔止係數據搜集，仲會用到唔同嘅軟件去分析地理有關嘅數據，所以亦都好適合好靜嘅我。而我對於定位同埋遙感相關嘅研究都好有興趣。多謝 LSGI 教授佢哋開啟咗我對呢一啲領域嘅認知。喺 LSGI 讀書其實都非常之職業導向，學系同埋行業之間有好緊密嘅聯繫，而課程亦都捉緊咗市場嘅轉變同埋需求。而每年暑假都有唔同嘅 intern 去俾我哋自由咁揀，俾我哋認清將來畢業之後嘅工作方向，選擇去投身公共或者私人機構，又或者繼續進修研究。好似有位師兄咁啊，佢好離地到可以去研究火星添。咦，講緊我啊？嗱，引用名言啦，最緊要咧係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敢去問，敢去試，咁測量嘅邊界咧都可以係無限遠㗎。無論係地面、地底、海底、外太空，好似月球或者火星咁嘅樣，我哋 LSGI 都可以觸及到。火星冇你想象中咁遠㗎咋。